练这首歌，想说要不要交一个男朋友，然后叫他把我甩掉。童思雨那种类型的，你可以吗？还是他很好啊。李浩神两个给你选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请选择。用凡事。根本不限不多的时间，你都要选一下，先看甜的喂，哦，不然看到不差，放给你了。哇，美国一万ton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熱中下台。哎呀，不錯哦！表示佢哋已經準備當好嘅哈。好啦，介紹評審先生咯。一個是選擇許哲偉老師，許思飛選擇，羅根利選擇。其實按呢節目哦，自古以來哈，自古以來，開播以來啊，哈，喺15年當中產生出嚟當優秀嘅歌唱仔，係冇錯。啊，甚至後尾還出唱片。哇，厲害，當歌星，當歌星啊，然後也在金曲獎上拿到了金曲獎的都有，然後當老師的有當老師，新傳師，哇，太厲害了，真的哇！所以啊，呢個節目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一個人才。是啊，今日還沒叫我介紹一位，今日啲呢節目啊比賽出來，啊也自己又出來一種新的專輯。專輯啊？誒，個名係唔清強，嘿，唔清強鹹，唔特別鹹咯鹹唔爭。哦，自從以來比賽都見吼，也名嘅嗌都含前練習好。哦，叫都乜嘅名？國腳安帶來劉成先。來聽下啦。天邊流星，秋呀一瞬間，劃過一條線，明亮嘅光芒就是光，請問你對愛係唔係真心？莫笑莫是心甜。你那希望一場以來表明，唔好不愛講講的，無論嘅天不應，也係路隨天，愛會永遠陪伴你身邊。愛你心中流星。係啊，掌聲鼓勵啊！你，兩位主持人，兩位老師好。兩位來，一人站一邊，一人站一邊。哦，你這一張專輯裡面好多歌哎，總共有16條歌哎。10條啦，10條，10條。誒，其他的就係伴唱。因為我想講，出一張專輯來展現。因為我都在苗栗的時間哈，我一個大賽裡面，我拿到第一名。所以你第一名以後，所以林戰一先生就出唱片，還會有下一張嗎？有了，當然有了，繼續加油信心，繼續加油，一定要信心。還會有了。看到啊，那老熱
出来也都好有才能的也都朋友，真的要出聪明，很开心，替你们因为各高兴。路太少口路各路了，都目标的。哦，一定好像那种的，好全部都走。所以我一定没吃饭肉。对，那下次你唱那个牛栏都嘅螃蟹不安能唱好冇？正經咯，对，太怎样了？好啦，安尼恭喜啊！希望大家吼多多支持安尼客家也都好有才能的也都朋友。好，课堂的歌又创乱吼，有 CD。哦，大家多多的捧场啊嘞，哈，哎呀，谢谢，而且呢，谢谢大家，恭喜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各位观众，谢谢两位，好嘞，谢谢回座休息，按这些。十强决定赛比赛规则，参赛者嘅分数由上摆老一摆分数加起来，先出前10强。今年下一届表演比赛，系公平分就由一摆分数嘅高低来做比较哦。好，安尼。比赛耶，课堂歌的介绍题，我来进行的比赛。比赛之前来讲下评分的规则。你会唱的阿公叶老师。啊，根本是对大家来讲，真紧张吼。你啊，根本七煞吼，记得咯，要到自家嘅本色，那个表现出来，还有呢，稳的唱，有几多实力做几多事情，吼，本特产感动那个观众，还有评审。好，就做对了。好，绝对唔好懵死啦，碰魔准啦，那都小问题，就做唔得个翻的，好吗？好，对，加油！好 ，OK， 好，安子姐，我来有请 TV 参赛朋友。陈浩民带来青春眼前。来，唐看好。今日带来歌曲是青春眼前，希望参加做的同评审上摆讲的缺点，比如讲用数打破的啊，喺歌音呢，变到用荷兰头唱歌没都市的压力样的缺点呢，做的改进，安这些。有几多相思锁，已在心头；有几多绵绵情话对，已讲也讲透透。莫在意寒气牵动东西，枉费爱痴心병水流走。多年来你也牵挂忆情愁，希望因真心真意味，已哭也哭得好。莫在意寒气有心无意，枉费爱深心洒来随风飘。尘世因缘难了都演变，偏偏有前程，一切随缘世间情缘，将无踪给梦魇，心成眼前，看我有天。陈大哥你好哈。陈大哥，抽丁派了啊。对吧？上回最低分嘛，所以今天随缘。对，然后把觉得自己可以唱好的，虽然今天也比较累了啦，因为上回吃普拿疼，这回吃了味卤跟普拿疼。你在我面前你讲普拿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不吃丝丝嘞？感冒的用丝丝，咳嗽的用。感冒啊，丝丝也有啊。
也是有刺痛的吗？有啊。你是头痛还是？上回是头痛了，那今天呢？也不晓得，大概也不是紧张吧，反正就大概胃痛去引起到肌肉酸痛了。哦，你怎么毛病那么多？没办法，为了把比赛唱好吧，就尽力。尽力。那也不晓得是不是评审说的缺点能够改进。但是试着自己试着把评审说过缺点。看有没有改吧，不知道。把认真把歌唱好都超美了。这都已经认真了。对，唱论用本还是要看评审嘛。好的，唐亚，我们好，叶老师，你对单一的字，你处理的都很用心，可是唔记得一件事情了，因为整个句子哈，给轨迹是广发，讲话要用语气。你今天唱歌的时候就是没有用语气，那个换字的位置都。很奇怪，比如说，相思啊，雄狮，宠一在心头，啊，可是你的换季是在宠，都在不应该换的地方。有几多相思锁，已在心头。唱客家歌或是方言歌曲，你听到中央出说，你唱出来的东西要让听的人没有看歌词都知道。你在唱什么？所以这是很重要。那么最重要就是断句，你要设计好这个地方换气，那个地方换气，这个地方是怎样起伏，高高低低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继续加油。好，看分数就底了哈，等于潘排留了是变色球嘛，好不好？好哦，有 TV 哦。好的，整方面的分数。你看你多厉害，跟上个礼拜一样的分数呢。真的，你要发了。分数可能还要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哈，继续练习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先回座休息，安这些，好嘞，三号嘞呢？彭思源帶來中書。好嘞，看見有中。今日我帶來中書，耶穌各位我比阿爸聰。創研究嘅各位體拜比阿爸創中書，希望阿爸聽到會喜歡哦。
上面都会跳歌曲哈。阿峰哥好，有心姐好。对，哇，这个全世界都是阿杰在做的筹点创立啊，你抽高脚哎。高脚，你一条歌你用某共样的共鸣来创一条歌，也有弥托，某共样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尝试做同沈炯老师从某共样的方式。林声祥老师给你上天特别懂铁数嘛。是。哇，其實非常有才華哦，當有文化嘅聲音咧，哇！什麼？哦，唔係講林聲祥啊，嘅什麼嚟？因為什麼呀，爸爸啦？按支持你提下可以從國外嘅路上啊你啦。但是有一次林聲祥老師在得了金曲獎嘛，那一次是客家最佳客家演唱人，還有最佳客家專輯，他上去完全不領獎，有沒有？那一次有沒有？我對他印象也非常深刻，但是這個可以理解啦，他認為說。客家這個音樂怎麼可以用語言去分呢？對啊，應該是用不同的音樂形態來分。我還是覺得，我希望說，這個獎項基本上就還是留着了。對，要不然你客家你把它局限在方言的話，那你要去跟台語、跟原住民語去比拼，我們弱勢族群永遠都沒有機會，這是真的。所以林老師。林聲祥老師哈，這個跟你報告一下，如果你有在看的話，或是你的親朋好友的，我語重心長的，我可以體諒，但是你也體諒我們這一些愛音樂的這一些朋友，也希望我們客家的一些好聽的一些創作歌曲，一些不錯的這些音樂人才，都能夠發揚光大，讓所有的一些不同族群的人能夠看到我們客家的這一些。才能的人，好不好？那請我們的製作人把這一段 VCR 剪下來，然後寄給老師。剪掉。這個我沒有講什麼，這個我覺得很 OK 啊。我真的我。不是啦，剪下來特別再過帶錄製一下。寄給他，這樣。對，寄到那個金曲獎那邊去。沒有啦，我覺得這個當然每一個不同的理念、不同的想法，但我覺得真的還好有這個獎項。真的。真的哦。是。哎，以後真的可以多唱林聲祥老師的歌，很適合你。對，你就可以一直做椅子。剛會多會不會變曲了？會變一條路。這個多了。來一下。要去高位啦，是開始。種樹，還用阿基拉唱。對，好來。是開始哈。種樹。種啊本地種嘅葉，種啊本特發嘅路面，種啊本歸唔得嘅心情。因為我們分數打好了。林聲祥老師如果看到，都很他不知道我難過，他可能會帶一盒水果特別去拜訪你。好玩。來，重提嚟啊！好，重。剛從一條歌誒，我們那個這位老師。很開心看到思源啲藝術歌曲裡邊論講嘅一屆嘅後戲也好，一屆演示也好，一屆表現也好，譬如講中本嘅跳上樣嘅跳舞，還有個中本後巴了亮啊，你有一些口語，那個是可能聲祥老師沒有的，你講嘅一屆嘅東西。中那本表為顯呀，中那本你跳上樣嘅跳舞。
因为天师啊特别讲的嘿，譬如讲大家美音，我比较不喜欢，因为你可能会用唱台语的方式，或者是因为要说，哎对对，那个抖太多了，一编出后哎，譬如讲中本一条上样的跳舞，就太抖哎。跳舞出后哎，你有想是你这个唔记得？没有，我只是夸饰法啦，其实没有那么多。不过唐旭的对于整首歌来讲，其实很破坏我们的画面的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OK， 来，按你这看下个本书啊。好，彭世quyền的分數。孙梦学长94分哎，恭喜啊！很不简单。先恭喜，恭喜！恭喜！以后都带得会那林声祥老师的歌，好吧？都因为林声祥老师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境界已经是 top 级，神的。对我们很多那个新的音乐创作者还在小学。高中、国中、高中阶段要跟到他很难呐，对，但是视为他为偶像是一个榜样，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。好，OK， 好，加油哦！把椅子带回去，下次再带来。撒下来呢？恰嘎可以带来给唔出个心。我来弹歌啦。今天我很认真的准备这首歌，因为我和我的家人约定好，只要进入6强，他们就会进摄影棚来帮我加油。那希望今天可以顺利过关。西风共用花落浪，天又来到，梦魇童颜面爬上三条金迷宫，林天风江浪风逼得归山红，大阴天天秋窗干寒又听从。心思念，寄望送本条手难，千言万语，伤伤戚戚，梦底下归的心的寂寞难抑。心思念，寄望送本条手难，千言万语，伤伤戚戚，梦底下归的心的寂寞难抑，千言又万语，伤伤又戚戚。心的寂寞难抑。有那一条这个 cover 翻译的歌曲啊，哦，哎呀。哎，你今天唱得很好哎！谢谢你啦！哎呀，好有味道哦，真的。谢谢。哎，你怎么唱歌跟那个私底下讲话不一样啊？有吗？对啊，从国外去有 kids 啦，一冲啊，对对，谢谢你很三半，要三半嘛，哎呀，真的对三半。安是谁？安是谁？真的呀，哎呀，就唱个歌，哎，可以唱一开始唱，哎。
当然有受过一个会有点抖抖的这样子。严重的问题，但是哎，你自己有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看看你这个人怎么会天生这样？但至少听起来是很舒服的。对的，就很像是小女孩。骑着脚踏车这样子哼哼哈哈的那种很自在的感觉。对呀，就好像就是像小女生被抛弃，有没有？对，有。我想说，对呀，要练这首歌，想说要不要交一个男朋友，然后叫他把我甩掉，我就可以有心情去唱这种歌。冯思菊那种类型的，你可以吗？他是你的菜吗？冯思菊？还是他很好啊，他很不错。李浩神，两个给你选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请选择。罗大哥，不行啊！他们两个，请选择，来走过去。请选择来。一定要吗？一定要啊！一定要。我男朋友在看呢。没关系的，男朋友，那个他知道了，这是节目做效果。哦，他刚刚说没男朋友。因为他要唱这首歌，你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，真的是。不是啦，我帮他解释，因为他要来唱这首歌，所以他去特地交了一个男朋友，在路上随便捡了一个，对，然后就要为了要制造那个伤心感。但是没想到，他原本想说交一交，唱完之后就分手，没想到一交上去来，黏住了。你到底要不要选择啦？赶快选择啦。有男。算了，你等下自己再挑。我等一下私底下自己再去剪。来，哪一位老师来公平？是慧老师。大概佳琪，你的声音清纯到让我觉得有一种想疼你那种感觉，还想疼你那种感觉，所以知道这个声音是非常清纯的。好，只是说。我们刚刚几个老师在讨论的是，你比较可惜的地方，较大声的地方，所以讲，去甲上按有 test， 不过唔可能唱好上，唔对按样板正理，你去甲音色的品质。所以我希望讲，我希望你再试试看哈，给自己多一点历练，看看。当然不用去甩男朋友，要被男朋友甩，不是啦，不是按甩钩哈，不是按甩钩。不会，他很幸福。真紧哈，其实有时候是对生活的感觉。多一点敏感度，比如说人家在忙什么，好，你要知道人家在忙什么，稍微给自己细心一点，可能你就会知道你想把自己放在哪里。对歌曲，因为看亚叔狗，你看我光看你在数拍子，我就知道你很紧张。好，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啦。好，安子 C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安尼来看一下大家分数咯，看有办法今夜10强哦来。请家起的分数。谢谢老师。叫什么分？唔双礼拜多少分？90。按你改了181分。你就保佑后面唱的都分数很低哈。谢谢，回头休息啊。好的，杀下来嘞。顾家整带的模样。来，弹个啦。我今天给你的分数很高啊，加油，家珍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他说会给很高哎，他那一台会给很高哎。他最高就23分而已。常常出去那种溯溪啊、跳水啊。会跳水啊？你是去哪里？你哪的？南澳。宜兰那边。冷泉那个嘛。应该或许可能是哦。应该或许可能是。是哦。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是古家珍。今天我带来这首来自客家摇滚音乐先驱吴胜志老师的《梦魇》。这一次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诠释这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想希望是真言谈，吞情有一年。今年好苦安人叹，也伤心也人。心思匆匆，讲不完，讲不完。难令理智处相关，何必添麻烦？十年恋情已经淡，困破莫再讲。流浪是海，各自言，各自言。莫比爱情累刁难，大病长有人。阮去对我安人谈，总讲缘无缘。阮去对我安人谈，总讲缘无缘。哎，这墨镜是假的，他看得到，很清楚。哦，看得到，哦，我还以为哦，你今天挑的这首歌哦，你在学消防旗啊，啊，我好想要听牛哥唱这首歌哦。好，对，因为时间太晚。没关系，我叫我老公先回去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不是这首歌，我真的我好爱，因为而且亚条歌很爱。我小时候，我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候学的第一首的流行创作歌曲，他也是我们客家的先驱吴胜志老师嘛。对，可以唱一下。那有语气吗？要吗？不用，因为我怕我戴眼镜就变消防旗了。那你先来一个正题。今夜不用台啦，不用台啦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给他最高的。今夜阿娘讲琵琶人，琵琶人，想希望是真言谈，谈情有一年，今夜何故安人谈，也伤心也人。偶像，哇！今夜。
不好意思，我把你带到中心点，因为你到边缘去，你快要到山崖去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哦，太嘎！哟，嘿。到底要？这梅山唱歌的方式不同样啦。对呀，这首歌我感触真的蛮大的。小时候听的，这小时候的记忆，哎呦，只是歌词有点忘了。感觉得出来。那你欣赏我的公平啊，好嘞。我今天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讲你歌唱的 range 竟然那么宽那么大。那像这么一首很经典客家新民谣的东西，你也可以把它唱得这么好。你唱的是古家珍的味道，不是吴胜志的味道。可是好不好听？我跟你说，好听，真的好听。你在从把流行的声音跟唱腔重新诠释的《无缘》这一首歌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我今天给你的分数很高啊。那我希望你以后就本着这个方向，用你古家珍的实力去诠释很多不同客家歌手的歌。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加油，家珍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他说会给很高哎，多高？他那一台会给很高哎。他最高就23分而已。好期待他那一个，好。来看家的分数。顾家珍的分数。谢谢老师。真的很高。真的太高了。这基本。哇，谢谢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表现得这么好哈，希望继续下来，你再带来更多更好听古家珍的味道的歌曲给我们来聆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，恭喜你来回做休息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咪要带你们个歌，热头发，来弹看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敏薇，김文英。我想要挑战自家，鼓手特别冲了数，强松嘅热头发，先问大家。春天的一头发，一头发，起点子很长，突然老散发。一天的一头发，一头发，都在看牛发，爸爸爸爸爸。好嗨哦，好开心啊！哎，金明哎，你开窍了哎，你今天唱的最好哎，今天好稳哦，真的，你蛮适合唱这些歌哎，真的。
今天我看大家好像都找到自己的歌路了。是啊，从双礼拜没空腰，很多参赛者都表现得很好。好棒哦！谁？厉害厉害厉害！跟他的外表又很搭。真的哈，对啊，就是刚好很阳光这样。对对对，穿那么多凤梨啊。常常出去那种溯溪啊、跳水啊。跳水啊？真的好厉害哦。你是去哪里？南澳。南澳。南澳。宜兰那边。冷泉那个嘛。应该或许可能是哦。应该或许可能是。是不是啊？他也搞不清，反正他就看到有水就跳下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南澳就是冷泉嘛。有高练，就是有教练，对，不然很危险的。好了，真的，那唱完了嘛哈。要听讲评。刚刚那条歌真的唱的真的还蛮有味道的。蛮有味道。李家修老师。我是觉得哈，今天对他来说，我们都觉得他真的应该有这个表现。我等于有个想法，我是觉得说，希望说再加油，因为有这样的外形哈。阿哥今天又表现出来有这个实力嘛，我是希望说以后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你要真的，因为你懂嘛，你晓得嘛，好不好？这个一些些呗。至少歌词的内容一定嘛。对，你看第一个行你就用心的去把它解释出来。还有呢，比如说碰到八这连着几个字的时候，要每个字要小啊，不然就表情啊，比如还有那个哗啦啦啦啦，它有个起伏，要那个感觉，你也走出来，不然你就傻傻的就在那从这样很可惜，请多走的不易表现给手才一摸走的哦。所以呢，我想今天如果说你的成绩不错，可以过关的话，我们的各位老师都会觉得说，希望你能够以后要表现得更完美。好，因为在这一方面可以加油的东西很多，然后再更进一步，因为懂得用办讲学法，就是把讲的话变成唱出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所以就不会，至少不要辜负我们今天给你比较高的分数，好哇！来看分数，看分数，两人比的分数。恭喜！双礼拜多少分？91分。91分，安尼183club 啊，来，恭喜你！专业毕业大好，恭喜！谢谢。接下来，你好成得了专都去旁下。来谈看啦哦。基本上，成了水果球是因为谈到了水果球的世界是上多。阿婆特别图案是人民间困住馆，当老年当神奇。不过了下见到已经冇咧，故上我想用了水果球同大家分享客家人老年的世界。身教真出发，聲音打定揭露，盡唱的律法。回憶留下，就盼兩沙，盡到頭白於旁下，因你而走一來，腦也改，心也白，一條狗衝出一幅發，發電轉了人紅怕風來下。幸福該故事慢慢在心田發芽，回憶留下，就盼兩沙，轉到頭白於旁下，因你而走一來，腦也改，心也白，一條狗衝出一幅發，發電轉了人紅怕風來下，幸福該故事慢慢在心田發芽，條分該將該了，將一來做人一下當一那，幸福該。
该故事慢慢盖在心田，他搞出安排冲哦，有大家的那个爆发力都拿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十强很难争哦，真的，大家都好厉害。你不要客气了，你是大最有家都没有希望的。当做是朋友了哈。真是刚刚太欢乐了，心情回不来。哦，对，刚刚那个唱歌就是要欢乐啊，其实也不要太沉重。没有，这首歌想到就是以前外婆带我们去庙会，哦，对，该祝棍啊，欢乐西鼓，咚咚咚咚锵，哎，对，就那个，对，想到了那个，因为谁世界很阿婆土台，所以小时候会有很多跟外婆的回忆。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外婆这样。对。哦，庙会干嘛？就是像歌词里面讲的，就是会去买那个鲜渣，外婆会买那个葫芦糖。哦，葫芦糖。对，就是小时候很棒的一个回忆，这样子。是。很多。他这首歌唱的也很好，很适合你。对，他什么歌都唱得好，他都不会唱的人。没问题吧？来，哪一位老师要来公平了？来，这位老师。好，你好。同欢喜你，因为你的客家歌唱嘅，不管嚟做模仿，也隨比賽都當好嘅成績。應該講大家都當熟悉呢。不過呢首歌曲哦，轉到戲棚行啊，唔定要清清楚楚了解講，葉國居老師啲寫呢首歌曲嘅時間，係乜嘅嘅心情，也係講乜嘅故事嘅背景，這是你要做的，因為你已經是非常厲害的歌手了，你知道嗎？你是資優生裡面的資優生。還有你一個很大的毛病，你可能你冇會唱歌唱久，你麥克風永遠都是這樣哎，你有發現嗎？你都一直抵在這裡哎，因為你的貝斯它重，鼓手講動到音按你唱，其實都埋在這裡。譬如講一串串縫縫，你可以彈到一串串縫縫，那縫縫的時間，你的唇齒音都在這裡包住了。一條板帶着一旁行，一串串縫縫該現在。其他部分，我冇意見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來兩位比賽得到用版型的李浩森，因為我們希望看到的也是不一樣的，是更好的，好唔好？加油咯！老師要求那麼嚴格，你是資優生中的資優生啊！真的，這求好心切了啊！是，老師用心良苦，會努力改進。是，好，來看一下幾個分數。李浩森的分數。上禮拜多分？93分。哦，安尼應該184應該還可以啦，還可以。是可以啦，但是自己不滿意。當然，對，要這種分數對你來講，所以你自己要小心哦，哈。老師講的，你要吸收進去，好，沒問題。好 ，OK， 好，謝謝。回座休息。好啦，三下嚟咧。龔蘇蘭帶來長頓呀。好，長頓腳。你愛轉嘅一呀。係啊，跳過湖南蟲啊嘛。哦，一首歌人蟲哦。有，對。哦。呢個長頓呀嘛，又有長呀又頓呀，從兩邊。兩杯長頓腳。用飯食。根本不限葡萄的時間，應該要限一下，先較甜的喂，哦，不然看到不差，8個了。老公，虽然你被我 PK 下去，但是感謝你教我唱歌，讓我可以繼續比賽。老公，愛你哦。你愛做嘅呀，心肝轉唔下，
面唱了嘎嘎，唱跳的老师将紧看紧唱，传袂紧办下，今夜一杯冲啊，永远从断呀。你爱转过伊呀，梦见面唱了嘎嘎，唱跳的老师将紧看紧唱，传袂紧办下，今夜一杯冲啊，永远从断呀，永远从断呀，永远从断呀。终于了。哎呀，跳过湖南虫了嘛？哦，要说国安虫哦。有，对。哦，那个虫炖鸭嘛，嘿又有虫虫鸭诶，又又有炖鸭炖鸭，，从两边。哎呀，嘿用杯虫炖鸭。有的谁啊妹啊？哇，身材很高。对啊，人家看到哇，哎，你几公分啊？他说大概175、172到175吧，这样。172到1，怎么会差了3公分？对。哦，原来他是172、175、172、175。从断脚，172、175、172、175。然后你唱成蹲鸭。索人，恁人哪地走去倒位？索人在哪里？一定礼拜，互你看就伊嘛是啊哟。今夜的伊有来呀，伊有来甲这。他一直有在指导我，指导你啊！这首歌也是他指导你的，就对了。他说我好几个地方错了。可是他被你 PK 掉了，他还指导你哦。哦，哎，这也是奇葩哦。这就是男人伟大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自动选择放弃，大气。他放弃成就老婆。对了，他就被老婆 PK 了嘛，对，他就放弃，先让老婆，然后他大气，对，又教老婆，对，然后又来帮老婆录影。是，真的，好，加油，希望你今晚也会有好的成绩。唱得也好，唱得也好。来，哪一位老师来公平？是慧老师。OK， 素兰姐，你好，김비청唱断鸭，我觉得你很蛮融入在歌曲里面哈。即个对安尼耶稣歌啊，应该弹起来，唱歌嘅主题，唔对耶稣歌一首哈。也下嚟講一下，也下唱耶穌歌嘅感覺哈。第一咧，就會講，其實김비嘅彈音非常重，彈音非常重哈。後背來過一段時間，全部都是彈音。唔係講有嗓子哈，用彈音再唱一點帶一點 OK。啊，唔過鬼團嘅就會按呢時間，人家就知道那個是瑕疵了。意思係冇同樣嘅東西哈，這個是跟你聲帶的問題有關啦。現在今天的問題，根本嘅問題係安尼哈。另外呢，就係講，因為你一直不斷的在用你平常講話的位置的共鳴，所以你一直卡在這個地方，所以你喉音也特別重。好，喉音也特別重，所以我彈到耶穌歌曲嘅感覺就會變到卡冇沒有那麼真實了，反而就是一直不斷的在重複你的喉嚨的位置。好，這個是我覺得比較硬邦邦的地方，沒有辦法有彈性，沒有彈性哈。另外就係講，再講到歌曲的情緒的話，其實耶穌歌一開始是你愛走嘅一夜，
弹起来迄应该迄按的，啊，毋过爱弹到的迄你爱走嘅一呀，听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听起来应该是你要走的那一个晚上，应该会弹起来，点到应该是舍不得，可是我听不到舍不得的感觉。OK， 所以我希望讲，好唱歌係好唱歌，啊，毋過整件好唱歌嘅人要注意到某事情，唔要去甲上天咯，嚇對耶穌歌嘅感覺有冇？好，也係當重要嘅地方。好，安子生，謝謝你，謝謝許夢。好，好，按年組嚟看一下分數咯，好唔好？好嚟。蒙珠蘭的分數。好嚟。謝謝念謝，謝謝。这分数没有哦，还好还好，你住台北很近，对了，哦，走回去就到了，哦，对啊，想来的时候就过来，这样子，可以随时来，欢迎你来探班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做休息。传统做紧张出嘅10強嘅天水啦，嗬。哎呦，比賽馬上就可能快死了喲。哦，比賽之前你講咗，係你介紹人哋專業，嗬，如果公正公平嘅評審先生。李秋霞先生，張永慶先生，羅英先生，車啟國先生。評分規則嚇。有請到秋霞先生。今日咧嗬，做家安尼阿鳳的會員講嘅，安尼咧10強。我們試出來看大家嘅功力，會緊張嘛？哦，嘅咬師，哦，嘅做人，歡喜行強，要做得到嘛？係要做得到，我相信是能夠拿到很好嘅成績。希望你哋今日能夠加油！好，安子生，而且李秋霞先生哦，嚟馬上進行今日比賽。好，TV 分享，傅鳳熙帶來6首歌。好嘞，彈我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傅鳳熙。之前來唱歌嘅時節，先生講係祈禱出，希望禮拜專一有練習，表現都能夠較好，什麼睇法？高黑天上。凡事都无依难，无依嘞，林发发不风呐。有没有支持你哦？哎，副太公。副太公哈。哎呦。對。請為照顧你的副太公。對，熱心呐，熱情。哦，還有個心度，保持着一個廣結善緣的一個心理。熱忱又熱情。哦，還有照顧大家，
哦，露嫩太细，黏迄个照顾，请给啵。给好心，唔要给请好心。给波顿好心冇咁样哦。哎呀，系啊，我爱给波是像送礼拜嗰陣嗬。係啊，哦，也就真跟係人哋手金子嗰啲給波，怎麼不一樣？啊，也就給波，也就給波。哦也熱送情。費唔是講有10多種的啦，該就冇10多啦。種的。係啊。啊，另外就帶上。係冇10種的兩個，嗰叫聲糯米嘅，係做唔了講。有時兩迄個就係啊。哦。有啦，嘿，以後是葡萄啦。葡萄，哎呦，今日個安尼個我中間有3包細包的個葡萄。貴上的，你講吹的就是啦。哦，貴上的，哦，拆開來，拆到半多牙嘅片3、4包啊，你知道嗎？冇，我哋一邊最多包。哦，真的啊？誒，其他就一般，冇多一般。哦，但是給我頓建議啊，哦，因為個葡萄啊。葡萄有常是因為吃飽飯哦，是得水果啊，葡萄嘅呢維他命 C 啦，有啲冇嗰邊凍多嘛，哦，對呀。咁選葡萄嘅時間應該選一下，選較甜嘅喂，哦。要擺葡萄當甜。哦，啊，咪個酸都有數嘅。唔當講，我這個都有試過了。啊，個油個，好，我不看到，哎呦，不差，白嘅了。你看到表現啊，酸面。冇，真的。好了，唔好開玩笑啦啊！嚟總都用完了，唱欣賞的公平啊！就他欣賞。我敢講，你見不見啦？你創了樂山歌，對你嚟講係實力的，很吃力。有較實力。有較實力的喂。所以你今日創了樂山歌嚟講，我敢講你節奏還有溫馨，你頭腔方面做得冇講清好，啊。冇平常時做平板難好，你的樂山歌，你要將樂山歌唱好，你最主要是將你平板山歌是唱好，你再嚟唱樂山歌。行最近你今日的樂山歌表現唔係個清好啦，哈。還有你講山歌嘛，以前你講你可以彈，再去講，心中有感覺，所以你唱咗按照自由演唱，將你感情詮釋出來。啊，今日呢，我咁講，人家說樂山歌唱到什麼？高起天上一條龍，一條嘅時，人家轉就轉得冇乜個拉，係每起時一個衝入鐵腿上，一下子擋喺上。每起了，你順順地唱嘛哈，係發起蟲嘅時，覺得蟲是你輸音輸得不足，啊。還有提示機，啊，模擬空量的意思，你們也感覺多少有特色。好，法，你去下法冇法不縫冇有見人哋冇人叫法，但是你的縫是空量輸音輸得冇講清楚。嚇，你講你山歌是廣東嘛，嚇，加音強加音足嚇，你試音帶過來試音強，嚇。咬字方面，當然你今日咬字是冇乜嘅問題，是你加輸音方面、溫氣頭腔方面呢一方面你要加油，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按照呢個看搖盤把進入10強喎。好，風放氣嘅款數。容易哦，謝謝。什麼呀？葡萄？不管有爽冇爽，還係我說啊。對，希望有啦，希望有哦，謝謝。92分哦。92分加上禮90分，182分。你看上禮拜哈，所有的參賽朋友全部都96、93呀，加起來這個我看哦，我們現在凶多吉少哈。你這個我說呐。好嚟，撒下嚟。黃書記帶來平板。嚟，等下。大家好，我細細帶頭鄉下，特別我讓媽媽聽書、開水、淋菜，韓國買菜，所以我今日寫了首歌詞，我非常有感觸，請評審老師讓我指導，希望大家。
莫材料的功能。谢谢。哎，苏杰子好，帅哥美女好，评审老师好，还有礼貌，所有的乡亲大家好。也安尼客家嘅阿信啊，对呀，用办公阿信呢？就是从小家境清寒呐，哦为木卡当中最近伊咧洗毛咧，嘿，两个哥哥，四个露台，嘿，生日呢，新年我有嘛个全部几位。哎呦，八点要做买菜，要买菜，种菜、要种菜买菜。种菜无啦，添开水，添开水，淋菜个添买菜。阿妈叫我洗两个露台工，我做添人去买菜。这样子一道洗啊，这样子。家长小学差唔多5、6年生就开始要做。所以条到葱的所有的米拜葱的歌词里都是有他的小时候的画面。回忆就对，我写了书个歌曲哈，对我感触深沉啦。我就仿佛转4年的嗰种画面。就会历历在目，一直跑马灯啊，你的这样啊。阿拜葱啊都冇做我缝我得下来安尼吼。我哟想到个皮过嗰下细细个。按不条水木皮过咸蛋就会调教。哎呦啊，用我安排面啊。唔过好啦，我兄弟姐妹他个亲戚啦，是讲按苦冇办法呗啦。其实台湾的沙飞动多安尼吼，每同不同辛苦啊，吼，从安尼过来。唔别得夹嘅按做条腿，吼，冲啊安尼。所以我8年8千都8都唔会过，唔会睇。迄安尼吓。难怪白冰冰咩唔会睇。可能条白千拔。对，兼咩要用10个月啊，去清睇啊。真拔。从细最近拔到我，做安尼，忙150就忙我。身体健康就好啦。身心要健康。好。好，安尼创作样板啊，哈，安尼唱个唱高中来讲啊。有请。王小姐也个上亲好啦吼，按照记个也个韵吼，全部韵脚都有做到，可比莲花凤也好，路南筒也好，蒙彩拱也好，也个韵脚都看来亲好。不离讲也要老人建议记下嘅也个安尼个，创个素材吼，可比讲对面看到嗰只道士吼。唔拉长咧，佢都对我哋来讲，也都我讲也个挖头挖角吼，也都冇见到啦吼。中央上爱采花嘅花，有咩中央面临嘅问题吼，所以可以调整一下。那我老人建议，可比讲电刀路同电刀吼，嗰只刀师啊吼。唔加创电刀，唔要会牵一只腰啦吼，路也用啊唔滴，唔是安尼，因为唔像菜篮开水，唔像嗰只水师牵安尼，这安尼牵就清好，啊冇需要牵到了嘅倒伊嘅。啊，基本上来讲。亲好了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唱高中讲完以后，安尼恭喜唱高中。哎呀，鸿运当头。真的，安尼唱高中哦，那个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啊。佢摆是安尼嘅描白哈，你头份描白。佢看下就看出全部冇走呢。冇走啊！看佢上大刀吼，规则个木嘅吼，像我们立体哦。唔看啊，就系像我立体嚟样嘅，样要拜托得动全部看到看嘅出嚟木做种作。哎呦，很感人，因为佢个演的古贝的老花姑娘啊，对呀，这个剧情真的是驼背汉与花姑娘，对，古贝老花姑娘，两三的感情真嘅，我们看到。第一只剧啊，一只剧啊，荣获第29届传艺金曲奖。金曲奖呢？还有恭喜！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版奖。
无简单。还有还有哦，还有哦，还有。哎呦，5年以内呀。连续5年。連續5年咯，得到7個獎狀。一天呢，因為咁本來就全部全場。太家眾賞鼓勵哈，恭喜他唱高。謝謝，安子 C 哦，最高殊榮。哎呀，真的。全部看到免走了，真嘅。安子 C 啦。唱高中一劇團已經成立一多年的時間咧。32年，我數頭32年啦。你數頭就32年咯。之前阿公阿婆咩？哦。啊！你傳下來啊！阿公阿婆係金米眼，金米眼曾經從唱米嘛，菜茶米眼咯，都金米眼。哦。金米眼佢差唔多20年，民國20年，佢就做組織一隻團。民國20年，佢多一下已經106、07年。有啦。已經80、90年有啦。哇！費用都一下呀，真係吼，輸到太假呢，注意。喜歡啊！你的高中是幫醫生，傳承下真的，係啊，安子 C，多加唱高中，謝謝，也恭喜唱高中哦，謝謝，安子 C，好，安尼。要看分數。接受的，安尼面對現實啊。看分數，王叔給的分數。好嘞。怎麼先生嘅字頭？容易有個分，有啦，有感覺有進步啦。進步嘢嚇，就因為按多拜啊，跟那個啊，你憑什麼字頭啊？哦，受益不哎，真的。每禮拜有 keep 數到啦，有，哎，先恭喜我哈，謝謝多謝哈，好，終於非常好。好嚟，殺下嚟呢？總英語帶來3個字。來，等下啦。迄呼風氣太高，吼，記到清清楚楚，那個對數會記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哎，你拿個酸皮的葡萄醫生。阿妹了上啊江啊，生意賣3本酒，提供爸爸上天師哈，哦，係啊，唔好講啊，我爸爸上天師，哎呦，拍攝有冇？哪有人家的小孩會這樣子的？我兒子就是這樣啊，都媽媽出現，然後他的父親男哦，互不詳，沒有。今晡日我來唱3個字，希望我順利過關，新夢大世界。
哦，送礼拜哦，咸咸哦，哦，送礼拜球球哦。啊，哦 PK 有吗 ？PK 睇哦。差多1分天啊。哦，安尼好彩哦，哦，好彩對方創到無好，哎呀，哦。嗰隻當會長啊，嗰隻當會長啊，唔同埋贏 PK 啊。唔記得了，按叫嘅。你上禮拜讀到未？上拜，係。上禮拜讀到。愛說。係。周一啊。哦。莊小涵呐。啊，莊小涵。莊小涵呐。哦。請會衝啊！對。所以人識啲麥當好。冇啦。因邊阿哥啊？你下度寫。基本上講嘛，夾朋友咩向本人 PK 睇咪，哦，所以咪旁邊組啊，好朋友。哦，可能好煩咯。這樣突起來，見地路啦。哦，對呀，結果幾個是本人 PK 的。佢會唱呢？會唱啊，係啊，所以先生要調轉來啊。係啊。對嘛，哦，要再一次本人機會，所以就好好把握，好。那兩三年楊有春。係啊。哦，兩三樣有春啊。有盤啊。有盤啊。有盤啊，哈。有春。有春啊。春不離頭，頭不離春。春不離頭。太難來，講票。尹老師。好，張阿姨哈，今日唱嚟3個字，我感覺呢個聲韻比你上擺唱嘅時間要下好哦，就係喊袂阿上彈起來喊冇按甜，嚇，不過呢，啲係唔係還係要緊張，然後樣辦，頭先一開始唱2隻詞嘅時間，感覺嗬有點一啲啲慢一些些嗬，要喊慢掉，香港呢呢個咧歌詞嘅詞。好，兩隻詞可能會唱下長啲嘅哈，歌詞哈，是木樣嘅時節，樹木嘅時節，會注意，因為你可能想講會唱出嚟，就所以你嘅心情變下輕鬆哈，變成木嘅些魔術就安靜，就了咗阿上，喺個薪火相傳後面上會唱出嚟哈，漸慢。撈熟土了，撈我對下摸合嗰種感覺係摸強樣嘅哦，漸慢係你愛唱所嚟慢慢撈佢拖下腳掉嚇，咁個後面上嘅些，我彈起來強樣又係撈頭先從3個嘅時節3個嚇，係個後面上，就你兩位彈起來嘅節奏，撈我對下磨合。係就按樣，其他1號啦，好，唱到1分，強韻到1號，是冇嘢。謝謝老師。好，謝謝哈。我哋看一下他們今年10強嘛。好，來看總音韻的分數。91分。上拜 PK 賽幾多分？上禮幾多分？唔記得了，哦。91哦，上拜嘛91分係咪？那學嘅副防戲太高，記到清楚。副太高偏移呢，你就計算嘛。哎，幾多分啊？佢上拜幾多分？91分，嗬。唔點會就好誒？加起來同強樣182，安尼同佢變哦。那個對數會記哦。注意哦。注意哦，哈。你拿個酸體的葡萄比賽。冇關係，面對人的暗號，那麼好。好啦，恭喜先，恭喜你。先休息下來，謝謝。準備啦，殺下來呢？靜一靜，帶來路神歌。嚟聽下啦嚇。感謝媽媽到禮拜為我加油，為了冇俾媽媽失望，我下禮拜沒有上忙打拼，加油哦！幾十春秋，才年。
要啊，唱神仙啊。哎，主持人好，叶子姐好，你好，恭喜啊，又转来了啊，嘿啊，送谢拜谢啊，谢谢评审老师。对啊，谢谢评，为什么要谢谢评审老师？哦，纠转来嘛，给你机会啊，对对对，对，让你的头号粉丝松了一口气。头号粉丝那个意思？呀，头号粉丝吼就杨妈妈。哦。我特时要看，特时要看啊！预告其实看到完，下礼拜会看到我出来哈，看到的，哇，看到的。这个是万一你真的是输脱的话，万一啦，万一啦，跟杨妈妈唔准冇看呢。我看，给我看配音啊，真看真妈。哎，阿妈的某啲嘅冇看呢。我给我强强看。强强看。有我的话就很较欢喜。加强看。对，溜下来，一直扑嘞。哦，哦，嘿啊，妈妈吼冇呢，冇讲冇迄个是讲冇啲啊毕业就冇看了嘛，继续看啊，这么按好看对嘛？还有按多歌的好听，你好诶对嘛？按过吼真的太容易紧张了。强紧张也冇诶，哎呀。用的强啊，强到按紧张啊！紧张女儿。咁樣講，唔好強緊張嘅事情強嘅。咁樣講，唔好強神哦。唔好強神啊！因為阿媽唔好強神。阿媽嘛。啊，阿媽嚟避好啦。呀，媽媽就說。呢度寫咧。冇叫冇裝過啦，佢看呢呢。咁唔好強神出嚟變啊！係啊，唔好強神較好咧，吼。媽媽，好，曾媽媽。哎，曾媽媽嚟啊，嚟有閒嚟變啊啦嚇，哦有閒嚟變，有閒出嚟變山歌啦。愛保證啊！哦，哎呦，喂，嗰個唔嗰個係唔掉哦。哎，千奇怪啦，你冇評審哦。冇評審哦，你俾先生我嚟講評哦。千奇怪先生，唔講。沒青葉的也沒咯。好來，葉子小姐哈，其實我家談你創作三個事業，你可以嘗試，我感覺你飲食一好哈。但是呢，你在咬字部分呐，有沒有要注意下？技術春秋，咩技術春秋？技術春秋，好，一點。再過來，木匠名利標彩線，你嘅米韻標彩線呐，一個米韻要同你做將來，但是也都米放落去，佢就冇辣椒。名利啊，標彩線呐。所以哈，我一直同大家講，創業落山歌時節，你唱歌時節，莫講我前面戲都標槍槍，都米放快啲，我牽上牽唔得咧，哈，就米韻就會冇辣椒哈，好，再加油哈，加油！啊，睇下你見真章啦，歡迎下，就辦法建議十強哈，雙百俾人淘汰，挖進來哦，叫進來哦，看一百有辦法控過關冇咯喲。好了，看咯，整一整的分數。哦。安子水先生。叫聲分咩不差啦？誒，你雙百多分？叫聲。叫聲哦，也對數要來。好啦，你讓他上面再一瞧啦哈。蠻緊張啊，蠻緊張。伊專門籌備第一片啦吼，你那分數輕高誒，就會講啊，沒有有衝到暗紅啊，大天輪動啊，是無名嘅，是無名嘅。真的哦。哎呀，這個賣自己的下自己，我求求你。
好了哈。啊，安志先。好，安志先，好来回座休息。好了，撒下来。你要想法带来平板。来听个啦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廖聰發，感謝朋友幫我慢慢嚟鼓勵，我今日會唱嘅係平板，請大家多多指教，希望大家。創一題像羅斯伯樣啊，嚟祈禱嘅人咧。好，你好。發覺賣新衫褲嘅哦。哎呦，賣新衫咩啊？哦，過年多嘅嗬。過年多。我來唱歌會作下好嘅。哇，作下好嘅。尊重舞台。哎呀，對。哎呀，尊重自己。一即個買1新年買半呢？嚇？即個買1年買。4年買啦。哎呦，很有效，有很好咯。4年買3本作。係。你講爸爸上天師嗬？係啊。哦，係啊。唔好講啊！我爸爸上天師，哎呦，拍攝哦，唔會。應該不會這樣子吧？哪有人家的小孩會這樣子的？我兒子就是這樣啊！啊，在學校同學3年不知道他爸爸是誰，哎呀，都媽媽出現，然後他的父親欄哦，父親欄，父不詳，沒有。啊，我有那麼丟臉嗎？奇怪啊！他可能。想要低調一點，他怕被搶劫。哦，所以你呢，感覺上天是一個動公用的事情哦。有咋？對啊，還會分享俾各個同事啊，都有朋友。哦，隔壁鄰舍全部，同歡喜。同歡喜，同好哦，跟住好好編，好好唱。有咋？哎呀，我半日嘅拉啊，都嗬，感覺哇，公用，咬爸爸哦。老爺打了一台，扶到幹腳你嘛？哎呦，冇空用嘅。但是一難呐，較困難呐，因為全部果樹咩？哦，認真好好唱就有機會啊！對，係啊，嚇到我嚇！好唱，哦，嚇死我！貪公平啊！貪公平。主要先生。你安尼唱法講吼，伊唱咧個啲潤味，屬於安尼以前唱到希伯糖嘅老潤藥糖。我家當講義要特別，一講義講吼，佢會溫氣吼，係唔會。安尼山歌是安尼老山歌是平板，就安尼客家三體條嘛，吼。安今天唱啲平板就安尼代表安尼客家三體條自己嘅一種曲調。唱嘅人就一直講到唱歌嘅氣氛，你咬詩吼，基本上同樣就做到。人講唱歌用詩嚟行強。哦，咁咪強咗那做了以後，啊，你講絲絲撲嘅唱了以後，唔過你聽呢句嘅時節，句唱落嘅時，我感覺到樹音唱斷。句了唱呀來呀，
人讲唱歌反正都安尼生发啦，今日唱歌曲调优美，吼，又会亲和力，会弹得当爽快，吼，所以今日分数本人有可能我也唔会大啦，唔过我像阿峰讲的讲，一下子过关，可能佢讲难，要再加强。好，加油！对，好，安子先，好来，看一下，有办法通过10强嘛？来，你要准备来分数。有寒了是哪节啦？全部挨姑娘家选的，选的啊，特别去买的是吧？哎，错，给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。贵死那样的哦，连内裤哦。你有没有底？要准备来分数。谢谢。95分哦，又要买上副的哦。好，你上摆分数几多分？92。90哦，冇问题啊。哇，5分5分。好，谢谢。安子姐，恭喜你啊！最尾当初安子姐，好嘞，好嚟那边纠正来哈。旁边组带来芦笋菇。等下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旁边组，上辈前次淘汰哦，我礼拜拿出我爸爸写的歌词来唱，希望能够进入10强，希望大家让我加油哦，辛苦大家。山歌比赛，闹擂台前三高处啊，山多来年年相爱，大头命得到头命啊，张真才别主持人哈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亲戚朋友大家好，亲戚朋友啊，所以表示亲戚朋友全部都看佢啲电视堂我唱歌嘅，大家睇啊，一边纠正来啦。係啊，心情用嚟。係啊，心情哦，相當歡喜啊，係。本來了只機會多咗來唱，只唱到2班人都唔掂啦。所以今日就特別聽到老師講啊，特別講下歌詞哦，佢乜嘢寫？我爸爸以前啊，比賽啊，唱嘅歌詞啊，本來法國啊，我張老給學了，拿來唱。拿來唱哦，伊上擺有100講吼，伊為有一關我準備呀，爸爸頭擺比
比赛的歌词，啊，毋过诶，今日都一道关，一样会跟爷爸把歌词拿出来唱。哦，但是伊也今日就先拿出来唱诶。哎呀，好是想拿出来唱啊。哦，安尼好啊。哎呀，等爸爸。歌词头摆年来歌词是安样啊。我头摆年就有写出老热大擂台嘅歌词。嘅老灰台啦，我老佢改睇一隻詩，然後我爸爸改係一隻。鬧擂台，原本嗌來鬧擂台啊！哦，嗌老想我頭擺。鬧灰台啊！鬧灰台，鬧灰台。我想頭擺日爸爸。鬧灰台係乜嘅意思？啊？鬧灰台係乜嘅意思？頭擺人都冇按到擂台，按到灰台啊！唱成個都安樣啊！哦，冇鬧灰台就好。那要啲下按好嘅舞台來，鬧熱大擂台舞台架來唱到當歡喜啊！係啊！對啊，唔知好好嘅唱喎，因為一元字冇盤咯停佢。係啊，傻逼死哦！唱到樣板要談一下公平啊，好嘛？係，一唱到高中。好嘞。今日彭少志唱呀山歌哈，今日以牛詩來講，就等於講天意記嘅全城歌數，嗰隻數字啊，唔啲係彭少志佢本身係講海豐係冇？係。哦。係。故說唔發一隻數，有一些些咧係試嘢鬧，可以啲係講數係。係冇少啦嚇，係啦，我要佢本身嘅鹽，我要一些無馬卡嘅啦，跟無馬要緊啦嗬。我比較較建議嘢係，所有嘅米鹽啊嗬，米鹽鉗咧嗬，也係有拉長，但是你安排蔬菜嗬，有一些咧，你要留到嘅絲啊嗬，用到前後半，你做唔得。用到磨絲啦，你磨絲落去嗬，你前後波本來就感覺到嗬，人家樹葉嗬會唔拉絲啊，嘅原因同奈咯，同樣大擂台那呀，你嘅那肯跳唱都未響，熟悉落去時間，你才唔拉絲嘅。擂台啦，主要都面向大家，表演前後輩勝負嘅時間，我哋會較注意喺入度挖頭挖角啦嚇，加油！好，謝謝老師。那你主要看有他個同個10強哦，來。繼續嚟看阿祖媽嘅分數。91分，謝謝老師。雙百多分。90分。 90，哎呦哇！哎呀，對數了。4啦，哦，哇，幾點？有變誒。好高誒。對呀，哦，你先坐好了。唔係冇相干咯，加油喎！加油啊！嗬，加油喎！菜包啊要。唔要菜頭，要先食米了。希望留下來哦，好嘛？希望留下來。哦，謝謝，加油加油！謝謝。在邊當坐，謝謝。好嘞，沙下來。客家稱嚟咯。哦，好多人哦。好多人哦，歡迎陳建基帶來3個字。來談個啦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客家陳雷，我今日係為大家帶來嘅歌曲係3個字，希望大家繼續留愛支持鼓勵，希望大家。冲散了过南。
用了湖南归呀，命中了天啊，身体天空啊，快乐了多哇，厉害呢哦，安尼啊好多年诶，客家西人都有办法创作很好啊。原本讲我够神奇的啦，系啊，没想到比迄流行族又这只接来传统族啊系，啊，啊好顺利哦。啊，大概分数也一好啊。哦，啊，真认真呢。嗯，懂认真。嘿，通讲俺不贴摩贴水么，哎呦拢伫咧看安尼客家歌词，真的啊。嘿，伫咧写客家歌词啊。啊，夸张，冇夸张。按讲，你嘛那个很运的人，用白讲。啊，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怎么说？我偷偷好补娘啊，偷偷好补娘哦，啊。幸福嘅人啊。哦。补娘只系动关心爱。哦。系啊。双神人小好相。嗯。偷对咧好补娘啊。正经诶，安尼吼。一有安尼歌声的样式的。好啊，不灵不灵的来亮，买咯真正。全部爱补娘。补娘只选嘅。鲜的哦，我特别去买，是吧？错。哦。父亲节嘅礼物。哎呦，安好。贵神的安尼哦，哦，连内服哦。哦，贵神的咩？大夫诶。哦，大夫诶。没有内服。哦。大夫诶，要种发呀，要发。错。错。哎呦。性感。哎呦，开心哈，开心。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，幸福一辈子，好不好？最起码是。好好照顾哈。好了，从头来这堂诶，请欣赏嘞。好，欣赏好。谢老师。好，这演艺欣赏哈，今日你上台信心就19，对自己有自信也是最好的方式哈。唐你创业嘅三个字啊，中气也相当有，啊也中气，今日不管命运啊、转头转角各方面啊，也做了一讲哈。可能在咬事方面，你就是可以注重一下，因为我一啲嘢好多研发，啲一啲都有命中哈，你在创嘅時嘅鹽就冇緊張。再過來就係身體健康嘅抗，唔係抗。我要睇金剛人用好多鹽嘅東西，可能冇緊張啦嚇。身體天空啊！當然啦，一三個除了做運啊，做嚟講，轉頭轉角做嚟講啊。咬事呀，千年要去注意哈。好，今日以後加油，好，繼續。以後按你做嚟看下個分數咯，好，接下來看陳建基嘅分數。哇！恭喜！雙倍5000個分，你雙倍叫成5分呢？哇，具有冠軍相，結果後尾輔導後尾好多人得到總冠軍。現在是什麼情形？啊，你懂我啊？啊，你表示講安尼哈，這個一種大融合。對。啊，你看不是客家族群的朋友要來比，哇，成績也很好，懂我？真的。身為你的朋友，我們都覺得很驕傲。是。真的。謝謝你把歌唱得那麼好。什麼你？哎呀。謝謝客家陳雷啊，謝謝。按這些好嚟到家好這邊然後坐。10強嘅 PK 賽嚇，決天賽已經比踢咧，上禮拜同下禮拜，啊倒帶一分數我相信有啲朋友已經有登記去咯。哦，這個先度啲。啊，一定啊，參賽朋友一啲嚇，倒帶萬一要留下來，萬一5秒俾人淘汰啊唔啲，嚇。誒，
下礼拜就听，准时收看哦。好了，好，还是好唱歌的朋友，一听到就报名哦。还有报名专线0919388398，还有纯真天发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就大家来报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以外呢，我们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那么唱到中要不要衰退了哦？恭喜！恭喜郑家长。什么所有的场队长？什么小飘？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安志飞，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，谢谢。拜拜，冇事嘅咯，我做主管，老嘢到嚟，老嘢叫開來。